中国伫9月初有重新开放咱台湾油会当销去中国。即马农业部的防检署针对准备销去中国的这油有加强检验，验过内底有一半拢有验出害糖，检出率唔要到一半，无法度通过。花莲县的农业处是表示讲，地方政府会去加强辅导农民，加强包装和清洁。用超级特写来翕油的地头，会当看到2只白糖，这都是白龟神。另有一张相片，地头外口有一大堆龟神。中国顶开放输入台湾文旦，防检署加倍来取样，结果发现讲28批338吨的文旦，内面竟然有12批162吨是检出有害的糖，无合格率是有48%这么悬。以正常的农产贸易来讲，它的不合格率其实是偏高的。这一次中国它短时间之内开放，那因为中秋快到了嘛，短时间开放的话，很多农民就一窝蜂的就先种了，并没有去做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检测。农业部表示讲，花莲区农改场和农业处等积极在辅导农民来改善。农业处嘛承认讲，一寡农民清洁和包装的流程是做了无够彻底，嘛或者产品自然是无法度卖去中国。防检署就没有发出检疫证明书，那原则上就是不得输往中国。输往中国的是完全没有检出任何病虫害。随时农会表示讲，已经帮助农民做紧急的处理，因为讲将来若要保有中国市场，都要想办法做好检疫。2次的处理之后，其实大部分已经合格，已经出口到对岸去，都会积极的想方设法来做好我们检疫的工作。即摆无合格率偏悬，敢是亲像中国之前讲的，台湾的水果虫害真侪的状况。农业部讲，最近文旦转内销，虽然销去香港、新加坡，但是无需要检疫，有可能造成农民对白虫害的防治变甲较青分。不过部长陈俊贵嘛强调讲，不管销去对一国，都要用上好的品质、符合检疫的条件，这是咱对农产品一定要有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